如果你最近睇緊博愛路沿線嘅樓盤，呢一條片一定要睇完。同樣叫博愛路，有啲樓盤樓價就8、9千，有啲咧可以去到1萬幾，樓價可以差接近1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呢條片我哋就用一條博愛路睇清楚中山主城房價。博愛路幾乎串連咗中山主城幾個重要嘅片區，由西區、石岐到東區，再到火炬開發區，每一段都有唔同嘅資源組合。第一梯隊就係博愛4路到博愛5路，呢一段係成條博愛路含金量最高嘅一段。首先係區位成熟，博愛4路到5路基本上已經進入咗中山主城核心生活半徑，往東可以連接返東區，往西可以連接返石岐，城市界面成熟，生活氛圍穩定，配套密度亦都非常之高。其次係學校資源集中，對中山本地改善型家庭嚟講，教育資源一直都係影響二手流通嘅重要因素。香港買家雖然小朋友未必會返中山讀書，但你日後轉手接盤人好大機會會係本地家庭，而中山本地家庭最睇重嘅就係小朋友嘅讀書。再者，呢一段生活配套非常之成熟，商圈、公園、醫院、餐飲、商務辦公、日常消費都比較集中，對香港買家嚟講，呢種成熟度好重要。所以博愛4路到5路貴就貴在主城嘅資源、改善型圈層同埋本地買家認可度，但含金量高嘅地方呢，一定有代價。呢一段住宅小區、寫字樓、學校、商業密集，早晚高峰車流量會比較大，部分路口呢就會比較塞嘅，所以我建議大家睇博愛4路、5路嘅時候呢，就最好揀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實地去感受一下，睇下小區出入口塞唔塞，打車方唔方便，附近嘅路口等燈又耐唔耐，判斷返自己日後長期居住可唔可以適應到。另外，博愛4路到5路係屬於深度開發嘅成熟片區，新盤供應量相對會少一啲。想買呢一段嘅話呢，多數就要研究一下成熟嘅二手房。第二梯隊就係博愛6路到博愛7路啦。呢一段嘅價值邏輯呢，就同博愛4路、5路係完全唔同嘅。博愛4路、5路買嘅係主城核心資源，而博愛6路、7路睇嘅係自然資源、改善型產品同埋居住嘅一個舒展感。呢一段最大嘅亮點係自然環境，高爾夫資源、五桂山自然資源、長江水庫資源，令到呢一帶擁有同核心城區截然唔同嘅生活氛圍。我用4個字去概括呢一段就係離塵不離城。住喺呢一個片區，揸車幾分鐘就可以去到 Coco City、富日城呢啲主流嘅商圈。如果你有車接受到打車出行，中意安靜自然低密度嘅改善型環境嘅話，呢一段值得你認真去考慮。呢一梯隊代表性項目有華鴻景悅軒、博愛里同埋澳豐天宇，主打自然資源改善型產品。第三梯隊就係博愛2路到博愛3路，呢一段最大嘅特點就係生活成熟、煙火氣濃厚，位於老城同埋新城嘅交界，街市、茶樓、餐飲、藥房、學校等日常配套一應俱全。對於香港退休買家嚟講，呢種生活模式就好實在啦。博愛2路、3路一帶大部分基本生活需求都可以步行解決，唔需要話依賴開車，亦都唔需要等待未來嘅規劃落地。現成嘅生活配套已經係十分之完善，好適合預算中等想入手主城成熟生活圈嘅香港朋友。當然，成熟片區呢就有一個固有嘅短板，呢一段小區密集，道路規劃呢就唔似好似新區咁開闊，早晚高峰同樣會出現一個擁堵，而且部分樓盤嘅樓齡呢係相對偏高，小區嘅環境、車位配比、電梯設施、物業管理、戶型設計都參差不齊，所以需要你逐個樓盤去甄別。第4個梯隊就係博愛1路到西區嘅銜接段，呢一段最大嘅優勢就係入場嘅門檻低，適合預算有限、想低成本喺中山落腳嘅香港買家。同樣屬於博愛路呢一段嘅房價明顯係偏低，咁背後嘅原因都非常之現實，大多數係源於樓齡會偏高、小區界面陳舊、車位不足，同時二手市場嘅一個承接能力都遠遠不如核心路段。
睇呢一個片區重點要核查，第一個就係樓齡，因為樓齡偏高咧就會影響翻後續嘅維修、銀行嘅貸款同埋二手轉售。第二個係物業，老小區最避忌嘅係物業缺位、公共空間樓道外立面、安保衛生都會直接影響到你嘅居住體驗。第三就係車位，老小區車位緊張係常態，一定要提前確認，避免入住咗之後停車難嘅問題。呢一段適合預算有限、接受老小區，只係用嚟自住過渡或者低成本退休落腳嘅買家。講完4個價格嘅梯隊，我同大家整理埋一套香港買家專用嘅實用判斷方法。睇博愛路段嘅樓盤，最終一定要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，呢個樓盤嘅價格靠嘅係乜嘢支撐？係學校、商圈、醫院、公園等硬核嘅配套，定係自然生態純改善型產品力，定係就係靠近博愛路呢一種營銷嘅包裝？第二，呢度嘅生活方式又啱唔啱你自己呢？你想要步行直達配套嘅老城熱鬧生活，定係接受開車出行、中意安靜舒展嘅自然居住環境？第三，未來邊個會接你嘅盤？核心改善靠本地改善家庭銜接，老城成熟靠嘅係剛性生活家庭需求嘅一個承接，而低門檻片區就係主要睇返性價比啦。其實同一條博愛路樓價相差近1倍，核心原因就係每一段嘅資源配套、生活方式、產品形態同埋接盤嘅人群都非常之唔一樣。如果你準備返中山買樓，唔清楚博愛路邊一段邊個樓盤最適合自己，可以 WhatsApp 私信我，我會根據返你嘅預算、買樓嘅用途、退休時間同埋日常出行方式，逐個幫你分析。我係 Josie，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